众神户台湾，我们在国外卖的比台湾多。音乐已经不只是旋律而已，而是一种连结啊。你看，像有没有一个来台湾，他做台湾 T 恤，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将，他那个 T 恤就是用家将的。好像老外或者是一些策展人比较有印象，他们就是比较想听这种东西，这种元素，这种东西是国外没有的。那众神户台湾这一张，它是可以一直放到10年、20年。这个也是唱片它存在的价值跟理由。我们有收集唱片的习惯的人都是，你不会说像现在音乐数位化之后，时间过了就被忘了。音乐要让它真的成为经典、永久流传的理由，要非常非常的 strong。这张专辑我记得是2009年底发行，2011年开始就开启了我们在海外巡演的门。越在地越国际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到说，我会因为这张专辑而去世界很多国家城市去听。音乐无国界就是这样。Our next band, by the way,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pioneering underground rock music in Taiwan. They have toured around the world, and tonight they're in Singapore. Give it up for the chairman. 我们发了这么多张专辑，我们尝试那么多曲风，到最后，其实我们最擅长的素材就在身边。因为 Windows 就代表这片土地的那个溃靠啊。上一张专辑《记》啊，如果是放在电影的话，我觉得它很像艺术片，就讲的东西比较深啊，文化意涵也比较重。虽然说就对国外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下咽，可是它就是一个我可以去报艺术片的奖项的报奖用的那一个方向。声音这件事情，它是可以被运用在很多地方。董事长乐团走到最后的时候，它已经不只是一个乐团。演音乐剧，我们还是强调音乐啊；我们拍电影也是强调音乐啊；对，我们拍电视剧也是强调音乐啊。我们的制作能力已经不是说只是一个乐团而已了。这些东西拍下来、录下来，以后都是被看得到，对我而言都是一种记录。要不然这些东西慢慢都会不见。